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留聲機投資者買樓綠道法則第5集。今集會分享買簡樸房收租嘅一啲技巧。講到買簡樸房收租，咁就梗係要入場價低，租金又收得好啦。點樣先可以做到兩大條件？又應該點樣做呢？要做到呢兩點，首先要了解就係住得簡樸房，即係所謂嘅劏房入邊嘅租客都係社會上比較基層嘅一群。佢哋為咗減低住屋嘅租金，一般都唔會介意喺生活環境比較差嘅地方居住。咁呢個時候，投資者一般都會喺一啲平價嘅單位入手，揾一啲可以做劏房嘅單位。其中一個最吸引投資者嘅選擇就係唐樓啦。不過唐樓入邊咁多單位，有咩類型嘅單位又最容易鋤價呢？有啲投資者就可能會睺一啲色情場所樓上嘅單位，又或者係買一啲空宅做劏房，因為呢類型嘅單位樓價往往可以低3-4成，不過收到嘅租金可能會低過其他劏房1-2成，所以對於投資者嚟講都係相當划算。不過大家要留意，近年政府改例，要求所有簡樸房都要最少有86尺嘅居住空間，而且必須有對外窗戶同埋獨立廁所。亦因為咁，如果大家要買樓做簡樸房，可以買之前就判斷下，如果按照法例嘅要求，可以劏到幾多個單位，然後再計下大概收到嘅租金。如果覺得值，就先好買啦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分享嚟到呢度。如果大家可以學到嘢，就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你之後就可以第一時間睇到我哋嘅影片。除咗買簡樸房收租之外，投資者仲有其他比較簡單嘅買樓方法。如果想知道，就同你去右手邊嘅連結，睇下呢個系列嘅其他影片啦。